有关新北市幼稚园甲囡仔饲药啊，这个案件风波，昨晡暗时啊，伫咧技工国小举办第2场无公开的家长说明会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有亲身出面，媒体甲地方的民代拢无法度入去。新北市卫生局长陈润秋伫咧会后表示，家长是拢真关心头毛检验的问题，所以会请示检方了后，甲需要检验的名单交予检方协助进一步的采检。 新北市邦桥有一间私立幼儿园，敢若是教保人员饲囡仔药啊，引起社会重视。在一案，新北市政府伫咧技工国小办第2场无公开的家长说明会，新北市长侯友宜第2遍参加，延过慢16分钟才到，且直接驶入去学校内面，媒体甲地方民代无法度入去。新北人的眼睛都在看，我有授权书不让我进，是不是？ 我们希望市长对于这个案件这么重视，可以开诚布公，让社会大众了解，不要总是躲在里面，让大家都不能够知道。说明会有35位家长参加，会议差不多进行2点钟。市府甲家长达成共识，因为血液检验验出微量的巴比妥，所以会进一步加严模范。卫生局会请示检方，将需要检验的名单交予检方协助采检。 我们把希望能够验毛发的家长的这个名单交给我们的检查单位，还希望是不是能够尽速的能够协助他们做这个裁剪，哈，以及后续的一个检查的一个去进行。尤其是安置就学是这2天的重点，所以我想这个除了部分，大部分都已经确定安置的方向。场内正并无电话伫咧抗议，家长拢希望会当赶紧查出真相。 侯友宜强调，即马上重要的就是将药的源头找出来，要拿13是不是到市议会专案报告，尊重议会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